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9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96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前线总共记录了204次战斗，俄军已将5万名士兵调往哈尔科夫附近，其中包括精锐的空降兵部队，可能要对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发动夏季攻势。在别尔格莱德前线，乌军继续挺进，已深入俄本土80公里，并出现在了杰斯纳河附近。库尔斯克州前线，别洛夫斯基区区长尼古拉·沃洛布耶夫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温压火箭炮。利戈夫市军用装备与军事人员集结地遭乌军3枚威力强大的导弹袭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乌克兰的空军还出动了米格29战斗机精准摧毁了位于别尔格莱德州科金嘎边境检查站附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部队指挥所。米格29好像携带的是法国提供的锤子炸弹这种精确制导炸弹一发入魂乌克兰的安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他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说乌克兰将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等俄罗斯4个州建立缓冲区，以保证乌克兰未来安全环境。布达诺夫警告普京不要空想苏联还存在，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就是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领土完全撤军，说历史告诉我们，妥协只能让侵略者贪得无厌。这个布达诺夫的这个强硬的声明也就是为了这个回应俄罗斯方面，对吧？普京自己亲自说的要在哈尔科夫苏梅要建立缓冲区。这个梅德韦杰夫甚至扬言如果美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那么缓冲区就扩大到乌克兰全境。我们支持在俄罗斯境内设立缓冲区。这个因为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实在太大，他们的领土面积是孟加拉国的116倍大，人口可比孟加拉国少得多面积是孟加拉的100多倍大。这样一个占据世界最大国土面积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对土地仍然不知足。从格鲁吉亚到克里米亚，再到全面入侵乌克兰，这就是文明的祸害，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祸水。所以支持乌克兰把缓冲区建在俄罗斯领土上。这个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进行辩解。5月25号，俄罗斯不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吗？发射了300多架无人机70多枚巡航导弹，遭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谴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俄罗斯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事件表态，说普京总统白天谈和谈，晚上炸乌克兰，这充分证明他根本没有诚意追求和平。丹麦首相呼吁立即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面对来自很多国家的这个谴责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进行辩解，甚至威胁将发动更多的打击。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称基辅正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力度，并声称这与其所谓寻求和平进程立场相矛盾。他表示，这种行为无助于推动和平进程，但却刻意忽略或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俄罗斯方面在拖延停火和平的实现。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乌克兰在部分欧洲国家支持下实施了一系列挑衅行动，目的是破坏由俄方发起的谈判进程。国防部还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对所谓基辅的恐怖袭击做出回应，并重复老调，谎称俄军仅打击了军事目标，与此前多次袭击住宅楼、医院和基础设施的现实严重不符。俄罗斯的国防部俄军的武器那个导弹和无人机是打哪儿指哪，它炸中了什么，那什么就是军事目标。沙滩上的厕所被它击中了，那也是军事目标。公园里面的健身器材被它击中了，那也是这个军事目标。我们再看看这个现在外交以及国际援助现在战场上的动静已经没那么大了，双方的战线变化也不是太大。或许大家都在静悄悄地等待着这个夏季攻势的到来，但是在这个外交舞台上，那却是刀光剑影
可以说也是跌宕起伏啊。我们每天日复一日的看着欧洲，对吧？天天开会，日拱一卒，仔细看看吧，他好像啥也没干。但是你再回头看看，他好像又做了一些工作，感觉他是在不紧不慢的勒紧俄罗斯的脖子。你再看看美国吧，这个特朗普是颠三倒四，一会儿那样。你说他通俄吧，他似乎现在好像也感觉到自己被俄罗斯耍了。你说他现在啊对普京憎恨吧，他也是迟迟的不愿意制裁俄罗斯。所以说现在这个外交这一块啊，那真是也是刀光剑影啊，也是扑朔迷离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实际上这个欧洲的动作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迅速，那么酣畅淋漓，那么痛快。首先就是昨天啊，这个德国的新任总理梅尔茨可以说啊，给了俄罗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梅尔茨说啊，德国批准乌克兰无限制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说啊，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射程不再设限，无论英国、法国、我们德国还是美国都不再设限。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梅尔茨他的视频讲话，大家看视频。Es gibt keinerlei Reichweitenbeschränkungen mehr für Waffen, die an die Ukraine geliefert worden sind, weder von den Briten noch von den Franzosen noch von uns, von den Amerikanern auch nicht. Das heißt also, die Ukraine kann sich jetzt auch verteidigen, indem sie zum Beispiel militärische Stellungen in Russland angreift. Das konnte sie bis vor einiger Zeit nicht. Das hat sie bis vor einiger Zeit auch bis auf ganz wenige Ausnahmen nicht getan. Das kann sie jetzt. Wir nennen das im Jargon Long Range Fire, also auch mit Waffen die Ukraine auszustatten, die militärische Ziele im Hinterland angreifen. Und das ist der entscheidende qualitative Unterschied in der Kriegsführung der Ukraine. Russland greift völlig rücksichtslos zivile Ziele an, bombardiert Städte, Kindergarten, Krankenhäuser, Altenheime. Das tut die Ukraine nicht. Und da legen wir auch sehr viel Wert darauf, dass das so bleibt. Aber ein Land, das sich nur im eigenen Territorium einem Angreifer entgegenstellen kann, verteidigt sich nicht ausreichend. So, und diese Verteidigung der Ukraine, die findet jetzt eben auch gegen militärische Infrastruktur auf russischem Staatsgebiet statt. 可以说啊，梅尔茨这个言论呢，吓坏了欧洲的一些人士，也气坏了俄罗斯啊。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暴跳如雷啊。首先是这个一些西方的反对人士啊，他们很紧张，认为莫尔茨有关远程导弹的决定可能引发核冲突。德国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拉尔在电报频道中表示，他说德国总理莫尔茨及其他西方政客关于解除乌克兰对俄罗斯使用远程导弹限制的决定，使世界处于核战争边缘。他写道啊，显然莫尔茨已能够与至今仍反对制裁、反对加强对乌军事援助的特朗普达成共识，使美国转向支持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强硬立场。也就是说，这个莫尔茨到底有什么绝招，对吧？他到底手上有什么筹码，有什么工具，他能说服特朗普呢？因为他也说了个，对吧？他说美国也不限制，所以这个也是个谜啊。那莫尔茨能够拿捏特朗普是吗？这个我们有待观察啊。说西方显然希望调动其所有剩余储备、资金、武器、兵力和资源来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推进，这也正使整个世界接近核冲突。这一点我不同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越怕核战争，核战争越到来。俄罗斯这样的流氓，一手举着核武器，对吧？一手举着枪，已经抢上门了。如果你害怕的核武器，那你只能答应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俄罗斯那是无法满足的，他现在领土是全世界最大，孟加拉的100多倍，他还没有止境。如果你因为害怕他的核武器，那就任由他去肆意扩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掉他的核威慑，或者让他的核威慑啊自己遮羞布啊被扯下来，不过是个唬人的纸老虎。这个据基辅邮报援引西方官员的话说啊，5月27日消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能力的限制。该出版物一位消息人士称啊，所有先前实施限制，无论是否已经解除，目前都在接受审查，因为特朗普总统认为目前的现状不符合我们让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的共同利益。他说，该报消息人士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最终行动以及对乌克兰可能的支持
决定将在本周与德国代表在华盛顿会晤时进行讨论。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计划未来几天访问美国华盛顿。这个德国的外长瓦德普尔是个坚定的这个反俄分子，对吧？他这个援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强硬。这个也验证了刚才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说美国也会同意解除对乌克兰武器的限制。看样子梅尔茨恐怕不是随便说说。那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暴跳如雷5月27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吹风会上表示，他说德国总理梅尔茨想要进行自我推销，他不太可能被授权代表其他国家发言。扎哈罗娃对德国总理梅尔茨关于西方解除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射程限制的言论发表了评论。这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说德国决定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的西方武器射程的限制，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这不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来自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伊夫列夫评价德国总理莫尔茨言论的时候说他说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速度比德国的金牛座导弹快。这个伊夫列夫说看来莫尔茨不知道伊斯坎德尔能以更快的速度从加里宁格勒防御区达到柏林。这名议员表示，俄罗斯有权回应针对俄方的一切侵略行为，当前局势只会使乌克兰命运更加悲惨。基辅方面需要的已经不是谈判，而是投降。这个俄罗斯如果胆敢从加里宁格勒那不是个飞地吗？从那儿发射伊斯坎德尔到德国到柏林，那正好德国人趁势收回这个加里宁格勒，正好找不到借口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美西方一直忌惮一旦打击俄罗斯的后方就会与俄罗斯联邦发生直接冲突，也就是升级战争。但是现在这一阻碍已经消除，现在是否发动攻击成了军事上是否得当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对克里米亚、别尔格莱德、罗斯托夫、布良斯克、库尔斯克以及对机场、指挥部、防空系统和通讯中心发动袭击，从而使其合法化的法律之门已然开启。现在任何符合军事目标定义的事物都有可能遭到攻击，西方还为冲突升级承担起了政治责任，而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对此予以否认。这不再是乌克兰人民自行发起的攻击，而是在西方直接批准指示、卫星定位和北约后勤支持下发动的袭击。也就是说这个美西方不再遮遮掩掩，对吧？现在大大方方的承认已经下场了。因为任何一颗乌克兰的导弹或者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那都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共享，对吧？需要北约提供这个卫星定位、后勤支援。根据媒体报道就是德国的《明镜周刊》说德国可能支持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你给乌克兰输送这种金牛座，你还不如教乌克兰生产金牛座。乌克兰有这个水平对吧？恐怕有个半年，乌克兰自己就可以批量大批量生产金牛座，然后乌克兰用自己生产的金牛座对俄罗斯进行轰炸，你俄罗斯还有什么脾气呢？5月27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设立总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贷款项目。该项目计划由欧洲委员会于3月提出，将通过联合借贷的方式向欧盟成员国和乌克兰等其他一些国家提供贷款，用于加强防御和促进欧洲军火工业发展。刚才已经说了这欧洲你说它有什么大动作吧，好像也没有，但是它每天对吧，这点点滴滴的进步它也有。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放开了武器限制，那乌克兰就完全可以对俄罗斯境内重要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俄罗斯国内还能坐得住吗？俄罗斯国内还能岁月静好吗？正在越南进行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26日对媒体说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意识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声称的为和平做好准备是在撒谎，并希望特朗普将对俄罗斯的愤怒转化为行动。俄罗斯日前再度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特朗普随后发文强烈抨击俄罗斯，并表示考虑制裁。根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由于对俄乌和平谈判进展缓慢感到愈发失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本周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该消息人士称这些制裁
可能不会包括新的银行业制裁，但正在讨论其他选项，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加压力，迫使其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例如实行30天停火。不过，特朗普最终也可能决定不实施任何制裁。据悉，特朗普对和平谈判日益感到厌倦，若最后一轮努力仍无进展，他正考虑彻底放弃谈判。如果美国放弃斡旋努力，目前尚不清楚其是否还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我在想啊，德国的外交部长去华盛顿呢斡旋啊，恐怕就是要说服这个特朗普及其他的小团队啊，说服这个卢比奥。现在卢比奥是俄罗斯是特朗普这个团队里面的当红炸子鸡啊，事业正走上升期啊，风头好像盖过了万斯嘛。卢比奥有实权，那万斯没什么权利，那万斯也就是特朗普的一个传声筒。卢比奥呢是国会对吧？这个通过的任命的这个国务卿什么，还什么安全顾问，还什么开发署什么代理署长，一大堆啊，几个这个重要的职位集入一身。卢比奥已经取代了马斯克，成为特朗普的一字并肩王。考虑到卢比奥比特朗普他要更加接近乌克兰，对吧？这个大家能看到，这卢比奥他在当议员的时候，那他是支持乌克兰，也就是当了国务卿之后开始，对吧？受这个特朗普的影响，那我想啊，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再去给他做工作，那很有可能啊就要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可以说俄罗斯国内现在是问题重重啊，远远不像普京所宣称的那样，什么俄罗斯按购买力计算的话，它已经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但是我不知道卢布在世界上能买什么呢？首先啊，这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因制裁压力遭受数十亿卢布的损失。报告称啊，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亏损数十亿卢布。2025年第一季度，该公司亏损213亿卢布，约合2.3亿美元。而1年前，该公司的利润为4.63亿美元，这是在营业额下降5%、生产成本增长6.8%的背景下发生的，导致利润下降了4倍。据悉，这是由于制裁昂贵的服务和物流问题造成的。由于制裁，公司失去了进入西方世界西方市场获得技术和物流计划的机会，这对公司造成沉重打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问题为整个石油行业敲响了警钟。如果连这样一家公司都无法承受制裁压力，我们还能说其他企业什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该公司正遭受创纪录的亏损，并正向国家寻求帮助。这两家公司都是俄罗斯的这个钱袋子对吧？都是靠向外卖能源创外汇，他们的问题标志着武装侵略乌克兰导致的系统性危机。这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可以说是有佐证的。为什么呢？这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他又报道他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宣布大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这个乌克兰对外情报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国正在有计划的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原因包括能源优先次序的改变、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制裁的加强。我记得我在前几天的节目上说过吧，就是两个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基本上已经见顶了，不可能再多买对吧？这些国家的它的这个供应链它的这种就是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安全性就要遭到挑战。你看，这是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宣布的大国有计划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采购。他说2025年1到4月，大国对俄罗斯石油进口量下降了14%，降至3240万吨，而出口商的收入下降了24%，降至171亿美元。也就是说大国不仅从俄罗斯进口的这个石油下降了14%，1到4月然后这个付的钱少了24%，也就是油价还降了，买的更少了，油价又降了。那也就是这个头4个月俄罗斯往大国靠卖它的石油对吧换外汇少了170亿美元，这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不要少看这170亿美元。他说这个乌克兰的对外情报局说原因包括大国政府希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西方制裁更加严厉，以及他说大国愿意支付更低的价格。他说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也有所下降，食物量下降了27%，货币量下降了28%。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指出尽管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出口的天然气增长了32%，但西伯利亚2号项目却
被冻结，大国拒绝支付比俄罗斯国内消费者更高的价格。也就是大国啊要开通这个西伯利亚2号的前提是大国享受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跟俄罗斯国内居民是一样，你国内的天然气什么价格，你给大国就什么价格。那你说俄罗斯人能受得了这个气吗？他咽不下这口气啊。那这事就黄在这儿了，说俄罗斯煤炭的进口量在4个月内增长了 2%， 但在4月份下降了 13%， 说大国正在积极支持自己的生产，并增加绿色能源的。不光这个从俄罗斯买石油、天然气和煤啊，这个数量在下降。根据这个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说法，大国对俄罗斯的投资也有所减少，从2011年到2018年每年12亿美元，降至2022年到2023年的4亿美元。也就是实际上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大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啊，反而比以前少多了。你看，签了好多西伯利亚那什么一揽子计划，那都是我以前节目就说，那是牵着热闹，对吧？大家牵着玩，开开心，谁单纯把钱往那儿扔？你很多网友知道吧，对吧？这个两国元首啊，跑到莫斯科，跑到大国来互相签，我就说了，这个就是牵着玩啊，不会落实的。你看，这可是乌克兰情报局说的啊，大国2022年到2023年，这每年只有4个亿美元投资啊，2011年、2018年每年是12亿美元，下降了2/3呀。原因是什么呢？说原因包括对乌克兰的战争制裁以及俄罗斯政权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啊，大国跟俄罗斯啊，对吧？纯粹就是现在做生意能赚点是点。随着美西方的制裁，对吧？美西方的这个越来越严厉，那咱们对吧？跟俄罗斯的这个生意啊，肯定越做越少。我一直说啊，这不可能是为了俄罗斯这么一个小树啊而放弃整个森林啊，这没有必要啊。孰重孰轻，这不谁看不出来？这无非就是因为啊，这个你西方还能扛得住，对吧？他也没有特别强硬的要求，那大国就跟俄罗斯接着做呗，对吧？毕竟啊，不光是大国在跟俄罗斯做生意啊，对吧？印度也在做啊，甚至连欧洲也还在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啊，对吧？欧洲很多国家都在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啊。还有更尴尬的是啊，根据这个印度防务研究所5月26号的消息说，印度国防部已正式向俄方要求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枭龙战机使用的 RD-93 发动机。这么厉害的战斗机啊，它的发动机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俄罗斯要不卖这个发动机，你还跟谁打仗去？很有意思啊。这个印度更有意思，说借此阻止巴继续向阿塞拜疆出口，以及给巴空军维护保养带来困难。也就是印度啊，国防部给俄罗斯要求你不能出口这个发动机给巴基斯坦，因为这个发动机就用在枭龙战机上面。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听取印度的意见，下次空战的主力将会由苏30、MK1 和米格29组成。据说啊，俄罗斯方面和巴基斯坦关于这个 RD-93 发动机啊，这个合同是40亿美元。这个40亿美元对俄罗斯来说那也是不小的金额啊，会不会因为印度的威胁啊而放弃这笔合同？普京这一下犯难了啊！你说停止合同吧，少了40亿美元，这是现在蚂蚁都是肉啊！如果不停止吧，万一下次空战啊，真的让苏30和米格29上，那有我感觉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那是叫煮豆燃豆萁啊！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他们都是苏系武器嘛，都是兄弟啊，有点乱啊！我们再看网上传言啊，这个是传言，不能肯定，但是我想有一天它会发生。就是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现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于2周前因涉嫌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参与大规模贪腐行为，被反贪机构秘密讯问。这个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啊，因为这个绍伊古他的特点啊，就喜欢搞这个修营房，对吧？然后这个修工程，那这个都是肥缺啊。然后呢，这个他的当国防部部长的时候，他那些副部长全部被抓了。那你想啊，他的副部长全抓了，那怎么就这个正部长一点事都没有？他出污泥而不染嘛。所以说啊，绍伊古出事迟早的事情，或者说吧，就绍伊古看他有没有魄力，对吧？关键的时候要自保，因为绍伊古还是有点势力的啊。现在俄罗斯啊，这个几个关键人物现在都是在高压之下蠢蠢欲动啊。一个就是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很显然啊，这个普京已经调了3个师啊到那个印古什共和国的那个首都，那个地方离车臣的格罗兹尼啊首府啊只有50公里，那实际上去就是监视啊震慑卡德罗夫，这就相当于啊撕破脸了。什么时候动手，对吧？鹿死谁手？我觉得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揭晓，绍伊古会不会动手，还是说束手待毙？你看现在这个梅德韦杰夫为什么跳得那么高啊，那么卖力啊？恐怕也是害怕啊，这个普京啊一旦在战场上停火，对吧？一旦
旦跟特朗普达成什么交易，那他调转枪口啊，就要对准国内，就要收拾这些人。哎，这个不用怀疑啊。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一旦停战，那普京一定会抓很多人，要么就是别人把普京搞下去，要么就是普京抓一大批人。因为3-4年的战打下来，对吧？这个你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啊。3-4年战打下来，这些立了军功的人骄横，对吧？他们在战场上提着脑袋立了军功。你比如说格拉西莫夫，你普京怎么奖励他吧？你给他授什么军功吧？这些人居功自傲，对普京都是威胁啊！车臣的那些抖音部队在前线打仗不怎么样，但是人家一旦对吧得胜回朝，那什么概念啊？所以一旦啊这个在谈判桌上双方只要达成一致也停火，那么叫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一点不用怀疑，俄罗斯国内一定是血雨腥风啊！所以冲这个啊，这俄罗斯国内恐怕这些，比如绍伊古啊、梅德韦杰夫啊、格拉西莫夫啊等等这些人，恐怕主战派啊，就是他不会轻易停火，这个战还得打下去。只要这个战继续打下去，他们就是安全的，暂时不会遭到清算，对吧？然后在时间换空间，以拖待变。换种说法啊，就是普京想停，恐怕也不一定能停得下来啊。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拭目以待啊，看看是绍伊古先完蛋，还是卡扎洛夫先完蛋，还是迪波老人先完蛋？这充满了悬念啊。当然，不管谁先完蛋，反正都是值得期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